们请我们的副市长一起帮我们来3、2、1，请开声！今年台南购物节在2年，对14号开始已经先祭出汽机车顶大奖。开幕头一天，市府嘛邀请这相关的特产美食加伴手礼，先让大家品尝，邀请大家来台南观光旅游。我们今年的购物节里面呢，也会特别针对女性的朋友、亲子、小朋友有更多的活动。我想购物节每一年，我们让我们的商圈，让我们的观光工厂，让我们的百货公司，以及让我们的各观光旅宿业，大家共同来参与。在这个活动中，我们有非常多的好礼物，跟去年一样，跟前年一样，我们这次也是只要满100元就可以获得一组抽奖的序号，有非常多惊奇的好礼。海陆空的套装来欢迎各位。根据了解，市长5月贴9年以后，台南购物节的累计消费总额达到突破第40多亿，到去年已经破124亿，所以今年提早对暑假开始，嘛希望拼疫情过后的商机。10年当前啦吼，咱开始办购物节之后，大概是20几亿开始，然后到黄市长接任之后呢，我们从40几亿变到今年去年嘛哈，去年124亿，哦，非常不简单。那么代表说，我们不管是在新港黄伟哲市长虽然跟大家别来啊，掌声他应该听得到了哈。我们的商圈，还有我们的住宿，还有各式的这个商圈观光啦吼，咱拢甲结合在一起。市表示，民众只要到12月31号的活动期间，在台南单笔消费满100块，或者是在台南好物、台南便利商店网络平台消费满100块，同款拢会当登录抽奖。9月开始的每个月拢会抽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